大家好啊！今集去咗一個新開嘅遊樂場玩，我坐地鐵12號線去到太子灣站落車，揾 B 出口出，然後直入 K11 Eco 商場，沿住透明天橋會去到藍館，之後上扶手電梯去到5樓，就會到達我哋今次嘅目的地 KP 分。KP 分喺深圳有3間分店，呢一間係最新開嘅，剛剛喺6月27日開業，佔地20萬平方尺，樓高2層。除咗有見慣見熟嘅機動遊戲之外，仲有一個被譽為全深圳最大嘅室內滑梯，即管入去望一望啦。睇下佢呢個地圖先啦，分咗2層嘅，呢度係入口啦，隔離有碰碰車啦。今次最主要嚟呢，都係因為呢個係全深圳最大嘅滑梯，因為呢個我先嚟嘅啫。除此之外有射擊啦、射箭啦，一定有嘅卡丁車咯、模擬飛行啦、賽車啦。開業只係第3日嘅啫，人唔多嘅。而家係上晝10點15分，即係開咗門嘅15分鐘左右。眼前呢個係 walk-in 價錢，喺大眾點評買會平幾十蚊嘅。而家大眾點評做緊優惠，雙人全日488，可以自由進出，買埋4蚊保險就可以入場玩㗎喇。歡迎。一入門口有個碰碰車嘅。太早未有人玩住，主要分咗2個場館，正門地下有碰碰車、模擬飛行，同有玩貓嘅貓咪樂園。樓上仲有模擬賽車、騎馬等等機動遊戲嘅。呢度有個打波繩，有滑雪。哇！成個場我包晒咁滯，有電單車玩，哇！呢度咩嚟㗎？呢度有揸飛機喎，呢邊咧？哇！呢個跑車咁型嘅，哦，設備更新中，下前面先。哇！呢有個遙控車場啊，哇！好大啊！呢個遙控車場。而家變有人揸緊車啊！咁早，呢一度大致上就係咁啊！呢一層冇咩特別驚喜嘅，行出去睇下咩嚟先。冇嘢嘅，呢個係一個戶外空間嚟嘅啫。而家行去主館嗰邊換鞋先。呢度有個旋轉木馬，呢度夜晚咧着晒燈好靚嘅。好啦，過到嚟呢一邊啦。呢度有一個飲嘢食嘢嘅地方，小食亭旁邊有呢個巨型扭蛋機啊，不過唔知 work 唔 work 嘅。
旁邊係呢個好 cyber 嘅俾小朋友玩嘅滑梯，上邊係高空繩索。出返嚟有好多張波台啊！呢個時段嚟最好嘅，唔使同人逼。再隔離有保齡球場啊！再旁邊有幾個卡拉 OK 包廂啊！講到全場最震撼嘅，莫過於呢個巨型垂滑梯啊！聽講係全華南最大嘅。入去玩呢個巨大滑梯之前呢，要換個鞋套先嘅，鞋套喺呢度，要另外俾錢嘅，15蚊一對。旁邊亦都有 lock 架嘅。哇！呢個場都幾震撼嘅，特別係呢個滑梯喎。趁而家冇乜人啊，要玩就快啲玩啦。你玩就玩。因為晏啲可能人多咧，就會好多人玩。咁多條之中，最恐怖係中間嗰條垂直90度衝落嚟嘅。最唔驚都應該係淺綠色呢一條㗎啦，旁邊呢條橙色嘅都好濕碎嘅啫。再隔離呢個好似玩海盜船咁樣嘅，目測都應該有4層樓高。提大家啦，戴眼鏡係唔可以玩嘅，所以我玩唔到。有人衝落嚟啦！哇！就係嗰下嘅啫喎，我揸住部機應該玩唔到，好快人衝落嚟啦！應該都唔係好驚嘅啫喎。沿住呢條路行上去咧，就你中意玩邊條咧，就上唔同嘅樓梯嘅。我今日揸住部機咧，就乜都玩唔到。上去望一望先。而家冇人咧，最好玩嘅，中意玩乜都得，完全唔使排隊啊！咦，唔俾戴眼鏡玩啊？哎呦！睇下先。哦，等緊。有工作人員幫手嘅呢度，但都係得一個嘅啫。衝落去，哇！聽工作人員講，呢一個係最恐怖嘅，係差唔多90度衝落去，之後喺嗰個最尖尖嗰度彈出去。唔俾戴眼鏡玩，變相咩嘅垂滑梯都玩唔到，睇唔到眼前嘅嘢，根本都感受唔到咩叫刺激。睇下咩其他嘢玩啦。
呢度有個籃球機，旁邊有足球機、網球機、棒球機。呢度咧，呢度條傻佬喺度做咩？上下呢個2樓睇下咩嚟嘅先。上到嚟呢一層啦，呢度有麻雀房啦，有4間麻雀房，跟住旁邊係嗰啲 PS5 啊、Switch 啊，呢度都可以玩到嘅。想玩卡丁車就要另外搭 lift 上一層啦。上到嚟有卡丁車，旁邊係真人 CS 啊，相信係打 war game 之類嘅嘢。呢個場大致上就係咁樣啦，都幾大嘅，同埋呢個冷氣都幾夠，唔會玩到成身大汗。最慢速度行駛，冇乜人鬥車，冇乜好玩。又唔敢開太快，因為揸住部機。最後去埋近正門位置嘅貓咖啡啦，鍾意貓嘅朋友一定會好滿足嘅。提提大家啦，只係買咗全日飛嘅朋友先至可以入嚟參觀。換言之，買3個鐘頭飛嘅朋友就唔可以入嚟啦。今集差唔多啦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